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女骑士啉酒骑车，佮违规来倒弯，看到警察起惊，催油走闪，结果伫路口弄到客停车，当场昏倒在地，骹骨、手骨总弄断。也毋过有其他客停车司机来怀疑，讲会出这个车祸，是因为警察来约车，而且嘛无等这个警铃声。警方回应讲无约车啦，而且都也未负担这个警铃声咧，这个女骑士就弄车咯。半暝12点外，一名查某的乌托拜驾驶伫咧大街小巷4过2，警员就对伫后壁，无想到来到路口，查某驾驶竟然对计程车把刀边啊弄落，规个人就弄入车门，当场是死昏昏去。肢体没有办法发出声音，或是四肢也没有办法动，口罩把它拿下，因为它口罩里面全都是血。查某驾驶的手、骹、喙齿拢有断，赶紧互送医来急救。红龙的计程车司机表示，当初时伊经过路口的时阵，速度真慢，查某驾驶雄雄就对正边弄来。警察车无好就对啊。无啊，我就来了，看伊倒一只警察车就挡伫遮。啊，所以警察车对你后壁来。系啊。问者嘛讲，警察车就伫咧查某驾驶的后壁，但是当时并无担紧报声。不过警方强调，发现查某驾驶要倒弯的时阵无依照两段式的规定，所以要上进境来查人，也未负担紧报声，查某驾驶就发生车祸。没有尾随去追车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夜间也会开启警示灯，所以没有开启警鸣器。是看到他可疑要往前去拦查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右转宝庆街，那我们车辆跟着上去，发现他就发生交通事故。警方阁讲拦查过程拢符合规定，而且查某驾驶的酒测数字嘛超标，又阁违规倒弯，甚至伫第一时间阁加速要闪避警方的拦查，伊嘛要为家己的行为来付出代价。